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列王纪共读的第50天，我们在11天就要读完列王纪上下。在昨天，我们已经看到北国从耶户的儿子约哈斯交给孙子约阿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是北国耶户的第4代耶罗波安，而南国呢约阿施也交给他的儿子亚玛谢。那这是大卫的第10代哦。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4章第1节，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约华斯第2年，约哈斯的囝阿玛谢开始做犹大王。伊在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约雅但，是耶路撒冷人。阿玛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毋过无亲像伊的祖先大毕。伊犹原照伊的老爸约阿斯的所做去做，无拆毁山头坛，人民继续伫遐献祭烧香。阿玛谢的王权一个坚固，就将杀死伊老爸犹大王遐的人神处死。毋过伊无杀死遐的人神的囝儿，是照摩西律法的册所记载上主的命令。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阿玛谢伫盐的山谷，杀死以东人10000，国公处西拉，甲伊改名做约帖，到今仔日。我们在约哈斯北国交给了约华斯。约华斯在位的时候呢，那就是北国约阿斯。南国的约阿斯也交给他的儿子亚玛谢。所以在南北国同时期有2个约兰王，而在南北国也同时期有2个约阿斯王哦。那亚玛谢是今天南国的第9个王，那是大卫的第10代，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29年。那但是呢，这29年当中呢，可能呢，他实际单独执政的时间只有5年，那有24年的时间呢，是跟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共同执政。等一下到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亚玛谢呢，就是跟约阿施一样，就是没有把丘坛废去，让百姓在丘坛山丘献祭烧香，所以呢得罪神。但是呢，亚玛谢呢知道他的父亲看见他的父亲是被2个外国臣仆就是2个名字都叫做约撒拔，就是耶和华记得，给叛变杀害，所以王国在他手里巩固的时候，他就把这2个约撒拔给杀了。但是我们从历代知道，这2个约撒拔呢，都是为了报这个耶和耶大跟他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杀之仇啊。那但是第6节这里有提到，这个南国亚玛谢呢，只杀这个杀人凶手，没有超9族。因为呢，摩西的律法书上有吩咐，这是来自于申命记24章第16节的吩咐，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第7节简要的提到亚玛谢也在岩谷杀1万以东人了。那岩谷呢，在大卫的时期，那曾经大卫就在那边，有大大的得胜了。那但是以东后来都臣服以色列王国。那一直到了南国约兰王的时期，也就是历代志下第8章，以东叛变，那但是呢，这时候南国呢，亚玛谢为什么能够收复呢？攻取了希拉，把希拉这个名字叫做磐石，改名字叫做约铁。约铁的意思就是神的赐福。直到今日，有人认为这个希拉约铁就是这个佩特拉这个地方。那但是在历代志下呢，把这个故事呢又多记载了一部分哦。那我们历代志下25章，那看见亚玛谢呢，他总共呢
找了20岁以上能打仗的精兵有30万，那又从北国以色列呢用100他连子，好，那募了10万的勇士啊，好，加起来40万要去燕国，好，但是呢，在出去之前呢，有神人好来见南国王亚玛谢，好，因为神不愿意这个跟北国以色列合作，好，因为北国以色列呢，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亚玛谢也听了这神人的话，好，那就是把这100他连得的银子呢就认赔，那就单单好靠神好的这个神的应许，好带自己的军队去，所以呢，他们就在岩谷杀了1万的希尔人，好又生擒了1万，好把他们呢带到希拉山顶，从希拉山顶扔下去摔碎啊，好碎了之后就2万。好，那亚玛谢呢，击杀以东人回来之后呢，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好是列王记没有写，他居然把被打输的希尔人的神像带回来了，当成自己的神明叩拜烧香啊，好，所以以至于上帝又派一个先知，好警告他，好说这个神明都不能救自己，你怎么寻求他们？好，那但是呢，亚玛谢王呢，好却威吓这个先知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好，上帝好透过这先知说，神已经定义要消灭亚玛谢，好，这是在列王记下25章所看到的。我们继续来看后面还有亚玛谢南国王的故事第8集。迄时亚玛谢派使者去见耶和的孙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讲来，咱来战场拼输赢。以色列王约华斯派使者去甲犹大王亚玛谢讲，黎巴嫩的草市找使者去见黎巴嫩的百姓求讲，你的查某囝互我的囝做某，后来黎巴嫩有一只野兽经过，甲草市吞踏。你已经大赢以东，心就骄傲丧势，你踮恁兜享受你的恩根就好，若要惹灾祸，互你本身甲犹大国做伙灭亡。毋过亚玛谢听袂落去，以色列王约华斯就上来，伫犹大的百姓麦甲犹大王亚玛谢交战。犹大互以色列拍败，逐个人走倒去因兜。以色列王约华斯伫遐掠着犹大王亚玛谢，过来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以法莲门到甲门约200公尺。约华斯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金银甲器具拢摕去，搁掠人做人质，才倒去撒玛利亚。约华斯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甲成就，以及甲犹大王亚玛谢交战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约华斯登去伊的列祖遐，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伊的囝亚罗波安二世煞接伊做王。南国的亚玛谢王，好，他沿谷杀了1万以东人，又摔死了1万希尔人。好，但是呢，好，他就心高气傲。好，那他为什么会打胜仗呢？好，是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好，那但是前面一章呢，讲到以利沙要这个北国的约华斯，好，就是约阿施啊，好，用剑击打地上啊。好，那这个是在北国以色列，好，所以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象。但是南国也打赢，北国也在这时候呢渐渐也打赢，好，所以他们的国势就越来越稳固。好，但是呢，反而变成南北国自己在竞争了。好，所以南国亚玛谢先派人去挑战，那北国呢，北国王约华斯，好，就是北国的约阿施，就讲了一个黎巴嫩的蒺藜，蒺藜是长在地上很矮的植物，可是要跟黎巴嫩的香柏树，好，是很高，长在山上。好，那他说我们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好，意思就是他们要平起平坐，要结为亲家。好，那亚玛谢呢，他就是要来较量。好，但是呢，北国的约阿施说，好，你不过只是一个蒺藜，你想要来跟香柏树挑战，但亚玛谢没有听劝。好，我们刚才看到历代志下的这个故事，也知道亚玛谢居然好去拜希尔的神明，心高气傲，后来果然被打败。好，这个打败的影响呢？
呢，就是他们退回到耶路撒冷，好，甚至呢让北国的军队呢进来，从北边的以法莲门，好，一直拆城墙，拆到角门，好，从北边一直拆到西北边，好，拆了180公尺，400周，好，将近200。那甚至要把圣殿里面的金银器皿还有人质都带回撒玛利亚。好，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呢，5、6年前，好，就是离这个时间不久，好，南国呢，好，也才被哈薛好给打败过，好，那时候是南国的约阿施，好，南国的约阿施，好，他被亚兰王哈薛，好，哈薛是顺便来打他，好，结果呢就把圣殿的东西累积4代，好，从约沙法、约兰、亚哈谢好的财富都抢走，好，到现在不过5、6年，现在呢又被北国又再抢一次，所以可以看到，好，对南国来讲元气大伤。好，那但是呢，人质当中呢，好，可能连这个南国的王啊，好，就是亚玛谢自己呢，也被掳到撒玛利亚去，好，所以我们才会说，在当这个亚玛谢被掳走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好，就是呃亚撒利亚，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乌西亚王，好，亚撒利亚，好，他就起来执政。好，那后来一直到北国的王约阿施，好，就是约华施死的时候呢，好，才让亚玛谢放回来，好，所以他们会有24年，好，加起来有24年是共同执政啊，好，那所以约阿施，好，这是北国的约华施跟南国的亚玛谢，好之间的竞争，好的故事，好，但是呢，好，看见居然是12个支派当中，好，变成这样的局面啊。我们继续再看17到22节，约哈书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死了，约哈书的囝犹大王阿玛谢搁再活15年，阿玛谢其他的事迹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伫耶路撒冷有人计谋要害阿玛谢，伊就逃走去拉结，因派人入到拉结，伫遐甲伊抬死。人用马甲伊的尸体载倒来耶路撒冷，将伊安葬伫大必城列祖的墓地。犹大的人民设立乌西亚煞接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迄时伊16岁。阿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乌西亚收回以拉他归属犹大国，搁甲伊修建。好，那同样记载呢，好，在列代志下25章也有记载，好，就是北国约华施好死了后，好，那亚玛谢呢，好又有15年时间，好，但这15年的时间呢，并没有提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哦，就是活得比较久而已，好，那就是表示说，他可能又从被掳走的人质当中，好，又回到了南国，跟他的儿子乌西雅，哈，就是亚撒利亚共同执政。好，那但是呢，亚玛谢的下场是什么呢？好，其实跟他的爸爸约阿施一样，都遭人背叛了。那亚玛谢呢，好不容易才从人质中被掳回来，就又被背叛，又逃去哪里？逃到拉吉啊，好，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的55公里的地方，然后呢，被这个背叛的臣仆追，然后在拉吉被杀。那有人就用马，好将这个亚玛谢好驮回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城，那他的儿子好来继位，好那时候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好亚撒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以帮助啊，好来起来做王啊，但是呢他这个儿子呢好是一个相当受上帝祝福的王啊乌西亚王，那他后续呢还收复了以拉他啊，以拉他在哪里呢？好，以拉他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高耸的树丛，好是在红海海湾西北边好的一个湾港的港口啊，海湾的港口，哦，所以他把这个
以拉他呢，在列王纪上的第9章呢，叫做以路，好，是这个所罗门王，好，在那里造船队，好，去载运黄金的地方啊，好，但是呢，在南国约兰王的时期，我们看到约兰，好，他失去了很多的地方啊，已经被以东人夺去啊，好，列王记下的第8章20到22节，好，现在到了乌西亚王的时候呢，又收复好这个以拉他，好，所以他们又可以重新控制这个红海的这个港口啊，好。好，那这个是关于亚玛谢。好，亚玛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强有力的。好，强有力的。好，但我们看到亚玛谢的一生呢，好，他起来一出来是报了他父亲的仇，眼谷杀了10000人，后来就要挑战北国，后来呢又被抓去北国当人质，后来又放回来，又活了4、5年，又被背叛了。好，所以呢，也是一样，好非常的令人不胜唏嘘。好，所以这段记载的历代志下的25章，好，也有记载一样的事情。好，我们看最后的23到29节。约阿西的囝犹大王阿玛谢第15年，约阿西的囝亚罗波安二世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伊做王共41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离开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伊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对哈马隘口到死海。拄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通过伊的仆人加特希夫人阿米泰的囝先知约纳所讲的话，上主看见以色列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拢受极大的苦难，嘛无人帮赞因。上主决意无要对天的插销以色列的命，就通过约华西的囝亚罗波安二世解救因。亚罗波安二世其他的事迹。伊的所做甲亲像，以及伊安怎交战，安怎将以前属犹大的大马士革甲哈马收回归属以色列，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亚罗波安二世登去伊的祖先以色列王，以色列遐的王遐，伊的囝撒加利亚率接伊做王。好，那我们刚才看到是南国的第9个王亚玛谢的故事。好，现在看到是北国第13个王耶罗波安二世。好，耶罗波安这个名字呢，就跟耶罗波安意思一样，是百姓会争论或是夺取民众的意思哦。好，那耶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呢，一样没有离开古早这个耶罗波安的路啊，好，那就是将近150年前的耶罗波安所做的就是拜金牛这件事情。好，那但是呢，耶罗波安在世的时间，就是掌王权的时间很长，41年。好，这是北国所有王当中最久的王，好，而且呢，也是北国整个国势当中最强盛的时期。好，但是呢，殊不知他做王到这个国家灭亡呢，大概还剩下70年的时间。70年的时间呢，耶罗波安二世就用掉了41年。好，那后面29年呢，这个国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就是开始后面就一直走下坡。好，但是耶罗波安二世呢，他做了事情就是让南北国，刚才我们看到南国亚玛谢跟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这个把南边的以拉他港呢收回犹大，而耶罗波安二世呢，也把北边的哈马隘口就是一直到亚拉巴海，那也就是说北国的土地呢向北扩张，到北边的边界，这已经是所罗门时代的北界，所以又把当初所罗门时期，大卫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又拿回来，然后甚至到死海。所以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北国约华施他3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然后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镇，是在约旦河的西边。但是现在北国约华施的儿子呢，耶罗波安呢，又收回了约旦河东边，甚至北边，甚至到南边到死海。那这里出现了先知约拿，好，那就是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好，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好，也就是我们小先知当中，好，去到尼尼微被大鱼吞噬这个约拿，
好，他说了什么呢？26、27节，因为神看见北国以色列艰苦困境，没有奴役，没有自由，没有人帮助，所以神没有要这时候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好，要借着呢，好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好，所以拯救这个字又出现了。好，那在昨天的第13章，好，第5节，那时候以利沙要来帮助北国的时候呢，好，上帝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好，我们就说那位拯救者呢，好，可能是以利沙，好，可能是约阿施，好，就是约华施，或是呢耶罗波安二世哦，好，那这里也出现好耶罗波安来拯救北国以色列，好，因为先知约拿已经预告这件事情，好，那但是耶罗波安呢，虽然在位很长，可是呢，在列王记当中的记载呢，好，那也就只有非常的简短，好，那当然在历代志当中全部都记载南国，好，就没有记载北国，好，不过呢，他怎样收复的大马士革，好，这里提到第28节，他把这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好，就是大马色都收回啊，好，表示他们脱离了亚兰的手。好，这也应验了这个以利沙叫他用剑击打地上，他打了3次，好，就打赢这3次呢，他们就能够收复大马士革。好，如果继续打第4次、打第5次、第6次，哇，那不得了。好，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好，可能将更加的强大。好，但是不要忘记耶罗波安二世，好，国土能够强大，好，是因为以利沙，好，他的预言帮助了北国的约华施，好，让约华施以及他的下一代，好，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好，都能够有好的基础，好，这都是耶户家族，好，耶户的第3代，耶户的第4代啊。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13节，以色列王约华西底下掠到犹大王阿玛夏过来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以法莲门到甲门又200公尺。好，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狂傲的代价，好，就是神会亲手拆毁生命中我们自豪的城墙，好，或是高台。亚玛谢的骄傲，好，打败了以东人，好，就来挑战北国，好，自己的兄弟国，好，以色列，好，但是呢，北国以色列王呢，好，都已经把用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好，一个是香柏树，一个是地上的吉林，好，怎么有这个胆量，好，说我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要平起平坐呢？好，那果然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圣殿的城墙好被拆，圣殿的金银财宝又再次被掳。好，那亚玛谢呢？啊，他也自己吃到了这个自食苦果。啊，那但是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啊，其实呢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好，就是这个北国最强盛的时候，好，但是有2名好非常有名的小先知，除了刚才的约拿之外，一位就是阿摩斯，一位就是何西阿，都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好，以色列北国最强盛时期的先知。这2位先知的著作内容呢，可以看见当时的北国呢，社会败坏到一个程度啊，好，就是这个贫富的差距，好，不公不义，好，连这个审判官、法官都是不遵守法律，好，甚至淫乱，好，然后偶像，好，等等，好，所以虽然没有外面的战争，可是呢，在国家的内部呢，好，却是非常的令上神痛心啊。好，但是我们看见北国已经烂到根里，但是上帝为何不立刻消灭呢？好，因为先知约拿已经说了，好，神的怜悯了，所以神好没有要这时候好让他们被消灭，好，反而是让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好来拯救这些的百姓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祈祷是感谢神，好，他没有看我们的罪啊，好，在我们最软弱、最绝望或是最不配得的时候呢，神是主动介入，把他的救恩带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列王记当中每一个国王、每一个国家，好，在不同的时期，当他们与神的关系正确，这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蒙福。当他们与神的关系错误的时候，就算国家再强盛，国土再广阔，但是呢，人民跟神的关系呢是越走越远，求主让我们都能够
汲取这样的教训，也能够让神的话紧紧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道路，能够走在神的心意，能够与神同行。谢谢主垂听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